大家好，我係 Battle 19嘅阿星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達啦。今次要講嘅咧就係綠色嘅奇種。咁啊，綠色奇種咧，阿雞翻咗嚟啦，你好啊。又係10年冇見啦。阿雞咧就當年咧就 Chicken Attack 噶嘛，找料嗰陣時咧就玩呢個第一個 turn 封印，跟住之後咧就你隻古雞叉個3珠，跟住之後咧就喺低面度係咁開嘢，係咁開嘢，係咁開嘢。咁啊非常之多啊，好似引風咁樣嘅玩法。咁啊之後咧就靠飛牆不斷喺度用錢去回復。今次咧個概念都係似嘅，都係飛牆用錢回復。咁啊今次咧係要俾2蚊去回復啦。咁啊回復之後咧，哇犀利啦！首先唔講加 BP 先，對手牆上面神地或者墳裡面嘅蘇珠以外係唔俾喐嘅。咁呢個效果咧就好有價值啦，因為咧呢啲珠唔俾喐嘅話咧，神地係冇辦法，即係唔俾喐珠嘅話就係冇辦法顯現，係冇辦法顯現啦。然之後冇辦法用神技啦，牆上面嘅錢冇辦法做 magic 啦。墳裡面如果豬都唔俾喐嘅話咧，就連呢個暴雪都冇辦法提示啦。咁啊封住咗，基本上呢個版本咧一大堆嘅防止嘅。咁啊下面仲有個效果就係對手要擋嘅話要皮2隻先擋得，咁啊勁過巨蟹添啊。講咗雞，咁啊講佢個騎手先。咁啊呢張騎手咧會係3張騎手裏邊咧唯一一張直接攞一個資源嘅東西嚟嘅。咁啊佢咧效果就係可以抌自己手牌啦出嚟，或者當自己 spirit 地卡皇林或者配置嘅時候咧可以加斯，然之後咧就係抌手牌。咁啊每抌咁啊抌手牌咧，只要抌到有其中嘅綠色卡嘅話，每抌一張卡就可以抽翻一張卡。咁啊無視咗你就算冇其中嘅卡嘅，即係我當我抌4張卡，當中有1張係其中咧，我都可以抽翻4個，咁咧就正啦。即係代表呢副嘢咧，外掛子係任打嘅。咁啊呢個效果仲要對手咧冇辦法 target 嘅，即係對手動火山又好啦，跟抽又好啦，都係冇辦法針對你呢個緩輕咧去進行效果嘅。呢個位就正啦，係唔使驚之前咧好多緩輕嘅時候咧好多掣肘啊，見到白色之後。咁咧今次咧呢一隻騎手嘅大怪咧，你會見到都係狐狸仔嚟嘅。咁啊呢個狐狸仔效果係乜嘢咧？首先地面可以開5個啦，咁然之後任召咧其中嘅2魔神。咁啊呢副嘢咧係會有3款2魔神嘅。咁啊 total 8至9張，其實真係好容易拉到嘢出嚟。咁啊另外下面咧就可以透過撳低對面一隻啦，然之後回復自己一隻其中 spirit 嘅。咁可以做到佢 library full 啊嘛，咁就可以做到對面如果有怪嘅話，就自己一個人已經打到4點㗎啦。其實幾把炮嘅。另外最把炮嘅地方係咩啊？佢係一絲黃林。一絲黃林咧就可以等你喺後一度派完地卡，直接可以黃，直接可以拉 brave。咁啊，另外就係佢啲嘢自己打嘅時候咧，合體 spirit 一打咧就可以加絲同埋叉住噶啦，所以變咗就係分分鐘加絲加得好快。咁啊，另外就係霸元帥。咁啊，霸元帥咧本身係白色卡嚟嘅，佢嗰陣時就係雙方公街可以指定一隻唔俾打啦。咁啊，而家變咗做雙方公街指定一隻唔俾，都係唔俾打嘅，因為重疲勞咗啊嘛，咁啊冇得打啦。咁另外就係神地4珠翻空間，呢條效果令我回想起當年嘅 Butterfly Jam。咁啊，居然以一張呢個黃林卡重新現世啦。咁啊 Butterfly Jam 當年俾人封嘅效果，俾人封就係因為佢喺雙方公街突然之間就可以勾對面珠啦，重皮一隻啦，令到契仔基本上冇得玩嘅。咁啊，基本上呢一個玩法咧，去到而家呢個時點都係一樣嘅，只不過佢咧就比起 Butterfly Jam 更加難出，咁所以咧佢唔使俾人撳嘅應該。同埋就係雙方公街突然間皮喺對面一隻咧，係非常之惡嘅，因為而家進入咗呢個其中嘅呢個環境，都係玩呢個黃林噶嘛，咁啊重疲勞咗，佢隻契仔咧就會變咗佢第一下未必打得出嚟，咁啊非常之嘔心啊！係啦，就係咁樣。咁啊打嘅時候咧，擋嘅時候仲可以嚟到 Battle End， 透過自己回收一張牆上面嘅其中綠色 spirit 嘅話咧，就可以回復嘅。咁啊啱啱配合翻呢一個咧，可以拉 brave。如果你拉到2-3張 brave 嘅話咧，呢度2標，跟住黃上去變2C，打過去變3C，咁就已經可以進行佢嘅免騷顯現啦。有 brave 就可以免騷顯現啦。咁啊上去，咁啊合埋一個 brave 咧，隔離合埋一個 brave，隔離咧咁啱仲有啲 brave
多一支 Brave 咧，呢度咧就已經係，咦？點解呢度都係4個頭嘅？呢度都係4個頭，非常之勁嘅。好，咁啊，如果打唔死對面就下個 turn嚟個 double drive。誒，未講 double drive 喎。咁啊 double drive 咧，住風魔神。咁啊，當年風魔神咧就已經係做到呢個兩邊合神王啦，就已經可以對手唔俾使用手牌啦，唔俾開爆裂嘅。咁啊，今次咧基本上係繼承咗同一個效果，咁就變咗做有條件嘅6 C 以上，同埋就係神王，而且係呢個風契約。咁啊，神王自己有啦，風契約佢本身成個鏈就係風契約，所以咧去到最終嘅打點咧就會係靠佢再加一隻嘅呢個風契約去進行 double drive 鎖輕。咁啊，鎖輕就真係犀利啦！住風魔神嘅效果基本上就係為咗呢副嘢而設嘅。好，咁我哋就試一試先。好，咁我哋呢個宙斯 VS 呢個6旗手花錢就選擇先攻，咁啊3蚊記卡加斯，咁啊抌輕嘅，選擇抌1、抌2、抌3。3個抌嘅時候，每抌一個抽翻一個嘅。咁啊，呢一個可以俾1蚊直接置換嘅。好，暫時就係咁多，過曬咗嚟。哇，收埋3蚊，雷霆嘅神首先3蚊，之後1蚊，係。中咗神首先。哇！中啊！哇！就中1個，跟住0分，中咗幫宙斯加粒，就上手。OK， 先開個繼續嘅睇嘅先啊，冇嘢做。加幾3，加2裝，冇嘢做，一度。冇嘢做得㗎，得咧。暑假先做呢個先。Damage 上面開5個，1、2、3、4、5，咁啊，攢咗一個上手嘅，其他冇對象。有啲外掛子唔見晒添。之後到佢有嗰個加斯，然後黃臨的時候就可以抌牌嘅，抌1、抌2、抌3、抌4、抌4張，抽翻4張。1蚊呢個召喚嘅時候開3個，咁啊當中嘅呢個奇種綠色卡可以入手，呢個 turn 點都夠 C 嘅，呢張嘢已經唔需要嘅，咁就入呢個啦。OK，加 C， 合過嚟睇。既然合呢個，不如算啦，唔好合呢個啦，自己照多個啦。咁啊，數先數先。攻擊階段開始，呢個打嘅時候加 C， 合體 spirit 打嘅時候加 C， 然後叉豬入去度。咁啊，呢個合體受效果，叉豬入合體 spirit 度，然後對手 spirit 地卡一張錯記錄。你嘅明白？錯手你可能會死㗎，好啲快。都係啦。收翻佢先。嚟 flash。咁當我自己有 Brave 的時候，可以唔需要俾蘇豬王實地4招空間，一隻錯記錄。冇嘢做。1度快。冇。sorry， 啱啱黃臨嘅時候加 C 先計1度，咁就呢個打冇嘢做，1度。一推嘅時候，呢一個回收上手，回防1度，冇嘢做。一推嘅時候，呢個回收上手，呢個回防打1度。一推嘅時呢個係回收上手，呢個回防打冇嘢做。
估唔到俾人拆開都仲可以出翻嚟，仲要今次唔係兩標，你冇得再查啦已經。好，咁啊你個6期手一太加錢集，選擇先攻，咁就3蚊加 C， 之後手牌任意咁走嘅，抌到有6期種嘅卡嘅話咧就可以每抌一個就抽翻一個嘅，咁啊而家通常抌3個，抽翻3個。好，咁啊 N-Step 呢個效果可以回收嘅，咁啊1粒珠上手到你。快都到，到啦。幾多啊？係。之後2蚊地，哦。揀卡加咗先啦。但係唔做其他嘢啦。咁樣，唉，有先得㗎。神托。3個神托。事不宜遲加3C 咯。事不宜遲，好唔好咧？好。加機。因為你個3C 唔加下個頭邊有機會。係啊，到你啦。好，我出。主要階段咁就蚊街黃藍先。果然。OK 黃藍。咁啊呢個時候地面開5個，當中嘅其中End代爾魔神嘅可以唔使俾錢出嚟。咁啊，喂，真係有喎，1000幾張。咁啊，主風魔神會直接出嚟。呢一張英雄手爪牙劍到上手，其他咧就翻低底嘅。哇，大鑊！白一陣唔見咗。咁啊，對手墳裏面所有卡 out game，然之後神地上面6珠翻空間嘅。咁啊，下面效果自己如果係呢個黃林的話，加一卡，然之後抌手牌嘅1個。2個、3個、4個、5個、6個，抌6個，收翻6個嘅。有一個。好，咁啊，呢個有提示嘅。聽下回同名手牌上面跌呢以個綠色效果跌呢個嘅話，就俾1蚊召喚。呢個覺得。1蚊召喚嘅時候，對面上開3個。衰。仲有機會。哎呀，一個其中入手之後，鉗中入手。呢個落法。仲有個8啊，要賭啊！呢個位入手加 C。咁啊，呢個打1毒先。冇嘢做，中啊！咁啊，呢個打嘅時候，呢個效果加 C 插住落佢度，俾0毒。請做。地面上面開3個，1、2、3。咩話？鉗中入手，哎呀！差之豪啊！好支持你。唉，呢個位要入呢個。唔錯，已經有計。哎呀！咁樣啊 ？OK，等陣先，有提示嘅。哦。呢個。咁啊，呢個提示 call 翻出嚟先，加一先。係。呢兩個。其實有冇俾佢上手？到你 flash。上雞，上5。上雞上係要賭啊！好似都只係燒完，索俾唔上手。唉，試下。咦？上邊咧？哦。0呢個係呢個 F 封印 F 係黃藍先，咁啊加 C，好特別，你嘅0。冇兩邊都係嘅，到你先，爭豬可以飛翔啊！sorry 啊 ，N-Step 嘅時候回收翻呢個先。1蚊。
呢度啊，係更加咗水深，成個對象中晒。成個三個對象中意生芒片中幫華神大家豬上手，呢度拿合計幫創價神加2粒再上手。跟住就7000計期，紅色嘅世界就最低，係中一1蚊，八爪魚舊彈效果裝一先，揭兩個，一個要一個唔要，你唔要。都係中咗嚟食呢個，飛機有冇雪啊？廢區沒有冇雪。飛機冇雪。膠全部都紅色嘅，1蚊，又裝兩個。係之後諗係哎呀，為咗唔飽師，被逼捱貴嘢喎。真。哦？呢個位置推飛度嘅用意係咩咧？真係唔知，因為多得滯，多得滯喺邊度啊？該階段開始嘅時候，進係。你收係龍打，裝好之後子彈，真係點解㗎？知唔知道？照子啊，子啊，如果炸嗰個都係當幫攻擊，是但照子啦。係。跟住執翻一個6樓下啲件， 6樓下。再加龍，最尾冇世界轉成。5C。係5C，之後就炸開你2碼樓下，咁變咗普通攻擊嘅。雙揮嘅暫時轉成。太習慣啦你。係真。呢個時候2蚊，3個。佢係和2張上手，之後落粉。喺個墳裏面或者喺雲狀態或者黃林園嘅一張契地，可以唔使俾錢配置出嚟。咁我配置嘅時候加4，將回同名收翻任意咁走嘅。選擇抌走1、2、3。就抌呢3個，收翻3個。唔係我抽唔到3個，sorry，要抌埋呢個，抌埋呢個。唔俾錢，好危險，冇嘢做，冇嘢做。絕風先，係。絕風做。冇嘢做。冇嘢做。就有咩做？冇嘢做。2分。係。今日減少成，好舒服。回收晒所有豬，之後俾5蚊。呢個咁少錢，得7蚊咁差。冇嘢做。冇嘢做。咁就到你啦。哇！收牌。有冇輸狂勝？冇咁，到咗你一分就冇。你落實晒啦啲注意。先做呢個先。
冧。咁啊，低面上面開5個，哇！鉗中呢2個人頭，絕風出嚟。咁啊，其他翻低底。咁啊，歐粉啦，同埋倉界嘅綠珠翻空間，咁就3-3，兩隻都冇。好，咁啊加1C之後換輕嘅，先係抌1，抌2，抌3，係抌呢3個，換翻3支。有啦喎。咁啊呢個效果可以俾1蚊，直接召喚嘅，1蚊跳出嚟。冇特別，唔開 deck 㗎。樓台神器。係啦，咁啊合體先。咁啊5卡以上當4 cost 嘅。風人。擺豬3豬。OK， 都冇所謂嘅豬水。鎖輕啊！應該冇嘢可以做啦，鎖住鎖輕，得蘇豬1粒冇水，1粒可以用到嗰張 magic， 但係嗰張 magic 要叫嘢出嚟，係咯，冇意思。好，咁啊，攻擊階段呢個打嘅時候，發揮地下國家先，然後空間差出去合體 spirit 度，咁啊到佢嘅效果飛長，咁就支付2蚊，呢張嘢可以回復。再者，加5000 BP， 自己全部 spirit 加5000 BP， 然之後對手場上面、神地上面、墳裡面，除咗蘇豬唔俾喐嘅，係啦。咁就最後就呢一個效果，對手不能開啟爆裂效果啦。然之後 double drive 嘅時候，左右係呢個風契約同埋神王的話咧，6卡以上對手手牌唔被使用嘅，除咗啲有抗性嘅手牌之外。請問，如果我想擋要點㗎？係啦，咁啊合體中對手要阻擋嘅話，需要皮低2張先阻擋。哇！冇嘢做，冇乜特別，冇大標。好，咁呢個就係今次嘅6期種。咁6期種呢副嘢咧，主要咧就係靠，其實個 combo 都係好少嘅啫。主要就係靠呢一個double drive， 因為呢副嘢最容易上 double drive 嘅，你唔使外掛任何東西咧。double drive 咧基本上就係標配嘅。咁就風輕。風珠，然之後對面擋要皮低，同埋就係呢個唔俾開爆裂。咁啊呢啲效果夾埋一齊咧，對面要擋咧，其實個選擇都唔係好多嘅。一係就攞呢個唔食效嘅手牌，仲要預備區有錢喎，去叉你怪或者係開房子。咁啊預備區有錢呢件事已經好難得㗎。咁啊另外，除非你打佢幾下啦，但你前面都會搶血嘅呢副嘢。所以最後尾個局面可能就係打2打3，咁啊就算對面有呢個暴風雪之壁都用唔到，因為佢鎖埋墳裏面啲豬。咁啊你想用暴風雪之壁喺墳裏面提示咧係唔可能嘅，係啦。咁就另外就係另一個打法就係靠呢個8元帥同埋呢個5分啦，喺前面咧拉 Brave 出嚟搶血。咁啊佢哋搶血一嚟咧，其實我覺得都常用，因為呢副嘢點都需要喺前面打過去叉豬加卡啦，同埋就係8元帥，只要企喺牆上面咧，對面嘅威脅都有啲大嘅。無論係打神地 deck 又好啦，打呢個 spirit deck 都好。咁啊神地嚟講就一定係嗰個神地豬啦，無啦啦俾人拆咗4豬翻空間啦。咁而且係雙方攻階開始嘅時候都可以做到嘅。咁即係對面咧，如果 main 階搞唔到你嘅話咧，一去到攻階就要皮低一隻，同埋神地翻豬翻空間。咁啊對於神地 deck 嚟講係比較慘嘅，因為佢哋其實好少可咧有 main 階解怪。而家都比較少的可以做到容易嘅 main 階解怪，所以咧你點都喺前面都會攞8元帥出去打嘅。咁啊，另外就係8元帥2效可以透過回收嘢去打點啦，好似啱啱咁樣。其實分分鐘咧，你場上面有3隻怪咧，佢都可以回收晒翻嚟，跟住之後就不斷打。呢個效果就好強。好，咁啊，今次嚟講嗰啲皇林牌咧，其實都即係 main 階可以皇林嗰啲都打齊晒，因為呢副嘢喺 main 階透過皇林去換 hand 咧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呢副 deck 可以話係冇得換 hand 咧就玩唔到落去。
因為其實佢正裝都唔多。咁啊，另外就係咧Brave 會卡得多喺手嘅呢副嘢，因為 Brave 係必須要嘅。你唔換輕嘅話咧，Brave 有機會卡喺手。係咁就Brave 一定要打得多啲啦，因為呢一張卡可以地面開啦，而且成副嘢都係需要透過 Brave 去進行一啲加打點又好啊，無論係或者係double drive 啊，點都需要啊，真係非常強。我覺得呢副嘢用 Brave 嚟講係非常之強，比起以前任何一副用 Brave 嘅卡更加強。除咗太陽啦，太陽都勁，因為佢照 Brave 可以抽牌㗎嘛，係。跟住就係呢一張其實真係幾勁嘅。首先佢嘅 C 卡效果啦，可以加 C 啦，而且咁啊，仲有咧就係封印緊嘅時候咧，可以人哋炸佢牆上面啲怪都可以透過抌手牌去留低。咁啊配雞咧就好正啦，因為對手咧就算有啲唔使俾錢嘅，要炸你怪嘅，即係好似呢個邪手之炎啦，或者係呢個藍十字嗰個火啦，都係一樣嘅，都可以透過佢嘅效果保住自己啲怪。咁佢仲要係冇 turn 一個，即係你夠多輕嘅話咧就可以頂得住。咁啊基本上嗰一波攻勢咧係非常之難纏，好難去擋得住。好，咁啊基本上就係咁樣。咁 Brave 嚟講咧，絕風真係非常之強啦，一定係標配㗎。無論係歐 game 又好啦，解珠又好啦，或者係佢嘅 double drive 都好，完全係同呢副 deck 完美配合嘅。咁啊，另外就係呢一張狐魔神，居然喺掉嘅時候咧都可以俾1蚊拉出嚟。我覺得呢個位就勁啦，因為你第一個 turn 咧，基本上呢副嘢咧，除咗個契地之外咧，其實係冇嘢可以做㗎啦，基本上。咁啊，居然可以俾個位佢開呢個狐魔神，咁就會多少少嘢可以做。咁啊，另外今次會打出好多外掛子嘅，因為呢副 deck 咧，喺個墳度回收上手嘅牌咧，越多就越爽。你第一次換輕咧，可能就係換得3張，但係咧，如果你墳裏面有啲嘢可以回收上手嘅咧，你第二波換輕咧，可以換5張。咁啊，呢個數係可以滾落去嘅，好似利息咁樣。咁啊，令到咧呢副嘢，我本身就打咗呢個2個 Kijiro Return 啦。咁啊，越打咧越發現，好似越多嘢上手越開心喎。咁啊，打一張又打一張，咁啊打得下咧就勁多張喺度。咁啊，另外就係鉗中上手呢啲，因為呢副 deck 其實開 deck 咧係非常之多嘅。呢個開5個，呢個開3個。其實呢啲效果咧已經可以令到呢啲鉗中牌可以輕易上手。咁啊，另外就係其中 magic 咧喺呢副嘢裏面咧個作用都好大嘅，分分鐘可以喺對 turn 直接開呢個效果拉張契出嚟，然之後咧換輕嘅。咁你換輕咧，暴風主之筆可以抌一份，呢下就已經好有價值啦，我覺得。咁另外就係換完之後咧，分分鐘你換跌張魔神出嚟咧，你自己空場都可以透過呢張魔神跳埋8個元帥出嚟，分分鐘就可以打一啲好強嘅 combo 啊，係啦。同埋呢啲輕咧喺手牌成日都有啲卡係冇用噶嘛，例如 return 咁樣，其實你唔會用噶嘛呢啲卡，係啦。咁啊，今次其實呢一副嘢咧，佢本身都俾幾款嘅呢個喺個墳度執嘢嘅選擇，但係我嫌佢哋成唔係夠強。首先就係呢一張啦，你要召2魔神先可以上翻上手，咁啊變咗你點都要第二個 turn 先執得翻。咁啊第二個 turn 你分分鐘開咗2魔神，可能用佢嘅效果開啦，咁但係咧同一個時間就要抌翻上嚟嘅，所以就未必係活用晒佢咁多嘅。咁啊另外就係呢個照 keep 一張啦，因為其實佢有個防守效果。呢副 deck 喺對 turn 嘅防守咧，可能靠呢啲效果都可以守住1-2下嘅。只要其實呢副 deck 唔係要令到對手咧扣唔到你血，而係令到對手一 turn 殺唔死你住。咁咧，你下個 turn 就可以直接 double drive。咁啊，對面有幾多保命紙都冇用，係啦，就係咁樣嘅。我覺得呢張0分其實都幾 key 嘅，因為佢效果可以令到自己 turn 1回同名嘅換輕變成 turn 2回同名，係啊。咁啊呢個效果就正嘅，因為你第一次換輕咧，分分鐘係抌晒啲外掛值。咁啊，唔係第一次換輕，分分鐘係抌晒啲自己想即係自己卡自己輕嘅東西，跟住換咧就換翻晒啲外掛值翻嚟。分分鐘第二次換輕咧先係最有質量嗰次。咁啊，如果有佢嘅話就好方便。好，咁啊，今次要講嘅就係咁多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